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但可能也有一点沉重的话题。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满心期待的打开一个所谓的客语广播节目，结果，怎么主持人从头到尾都在讲华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不只是一个收听体验的问题喽。作家李文焕就对这点提出了很深刻的质疑。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背后牵涉到的语言专业还有媒体责任的大问题。哇，你看这句话，感到失落，甚至寒心。这句话真的很重，这就是整个讨论的起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抱怨了，而是一种，你知道吗？很深很深的失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一个长期的听众讲出这么重的话？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下去。好，我们先来想象一下那个情境哈。其实很单纯，就是这位作家李文焕，他工作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会打开客语广播来听。你想嘛，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很熟悉、很舒服的声音，一个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母语里面的环境，对吧？对，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结果呢？这份本来应该是慰藉的声音，慢慢的竟然变成了一种困扰，甚至让他觉得很刺耳。因为他一天一天听下来，发现了一个让他觉得，怎么会这样？一个他用寒心来形容的现象。那问题的症结点到底在哪？很简单，就是在一个标榜是客语的节目里，那个主持人照理说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吧，结果他却一直讲华语，讲得非常习惯。客语呢，反而变成像调味料一样，偶尔撒一点点。你说这是不是很讽刺？而且这种语言上的错位还不止这样，在节目里还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对比。这个对比就非常明显哦。你看，一边是来宾，哇，讲着非常流利、很完整的客语，在分享他的看法；另一边呢是主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华语。这感觉就好像主持人的角色不是在主导这个语言环境，反而比较像一个翻译或是帮忙串场的而已。这整个主客意味了嘛？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问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了。这也是作者想问的：像这样的节目，它真的有在推广客语吗？还是说它其实只是挂着客语的招牌，骨子里还是一个华语节目？好，你以为这样就结束吗？还没。当我们把广播界的最高荣誉，也就是金钟奖，也考虑进来的时候，整件事情就变得更矛盾了。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我们先简单说一下，金钟奖它就是我们台湾广播电视界的最高荣誉，差不多就是奥斯卡等级的，能得奖的那都是最顶尖、最厉害的节目和主持人。好，那最矛盾的地方就来了，你猜怎么着？就连那些已经拿过金钟奖、被大家当成是业界典范的客语主持人，居然也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客语讲得零零落落的。所以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些奖项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所谓的语言专业给模糊掉了？你想想看，一个特定语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最基本的要求不就应该是那个语言的专家跟榜样吗？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最根本的要求好像被大家忘记了。那这个矛盾就不只是一个奖项的问题了，它其实牵涉到更广的层面，也就是关于专业伦理还有公共责任。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播出时的一个小问题哦，它的后续影响其实非常大。你想想看，第一，这对那些在基层默默耕耘、客语讲的下叫的人来说，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再来，这些节目很多都是用公共资源做的，这不就等于在浪费大家纳税的钱吗？更严重的是，这会让那些真正有语言专业的人才反而没有舞台，被边缘化了。然后呢，占着位置的人就继续待在自己的华语舒适圈里，反正也没关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就是主持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他应该是要用客语为听众打造出一个完整的客语世界，而不是只当一个翻译，把华语世界里的东西一片一片的翻成客语。你知道吗？这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创造者，一个只是模仿者，完全不一样。
讲到这里，所有的讨论其实都回到了一个最根本也最沉重的核心。这件事早就已经不只是一个节目的好坏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语言能不能继续活下去的问题。作者最后这一句话，我觉得讲的真的非常非常好。他说，客语不是舞台上的装饰品，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这句话直接把整个层次拉高了。这告诉我们，做客语节目，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它其实是一种使命。我们真的必须要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本土语言都正在快速消失。所以，每一个母语节目，不管大小，它都像是一条救命的绳索，一条非常非常珍贵的生命线。它上面系着的是整个文化能不能传承下去的希望。所以最后，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消失的语言，媒体真正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是只要做一个用母语点缀一下的华语节目就好，还是应该要尽全力去打造一个纯粹的可以让母语存活的堡垒？如果连那些站在第一线、手上握有最多资源的专业媒体人都选择了比较轻松的那条路，那这份沉重的文化责任到底还能交给谁呢？